15運會火炬傳遞，4市同步舉行。高 Sir 在啟德體育園為火炬手打氣。好好開心啦！今日咧就嚟到全運會嘅傳遞聖火活動，做咧打氣手咁啊，同咧一班嘅火炬手打氣，咁啊非常興奮，咁啊中國加油，香港加油，粵港澳大灣區加油，耶！加油！加油！激情全運會加油！15運會火炬傳遞啟動儀式於今日9時在深圳市蓮花山公園舉行。香港、廣州、澳門和深圳同步展開火炬傳遞，每個城市各50棒。香港的火炬傳遞儀式在上午9時30分開始。香港有很多亮點賽事和便利措施，歡迎大家來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